過來消息來看，台南市場處設計吉祥物菜市鴨加夜市鴨是真受到歡迎。也毋過有民眾講，伊開要8,000塊買13隻紅鴨，所發現講這攏是中國製造的。有民意代表嘛有真濟批評。也毋過經發局表示講，咱台灣已經真少廠商有咧做這款紅鴨，會來要求委外廠商找台南鴨的工廠。黃色造型地棒球帽仔咧台下頂跳舞，外形圓滾滾，古錐模樣，誰人注目？這是台南市市場處打造的原創 IP 菜市鴨，即將擺佇咧2021年台南市場吉祥物比賽摕冠軍。咧舊年市府閣設夜市鴨專屬的夜市鴨，歷經咧西市場賣附屬的物件，無一禮拜就紅買完。近來煞有民眾講，開賣8,000塊買13隻布紅鴨，發現是中國製。並台積船市府因為對外強調要落實台灣製造的要求，並說咧找國來廠商，甚至簽到商品上市的時間，到單煞無影無跡，質疑市府無信用。台灣的吉祥物應該由台灣來做較適合。廣告的版本跟實際販售的版本是不一樣的。那廣告的版本是 Team Taiwan， 拿到的版本是 Sweet Taiwan。那我花了1萬多，一支價值將近600，我覺得沒有被詐騙的感覺。並台貔貅連帽仔頂面的字對 Team 台南嘛變做 Sweet 台南，民眾支持在地文創，買到的煞是中國製。市府咧跨年甲大型活動宣傳，上興台灣製，私底下賣予消費者，哪會安尼？面對這個台南市經發局回應，市府針對授權也是家己做的，攏甲中國無關係為原則，只要台灣設計比例超過50成，攏會積極爭取標示做 MIT。市長也一直口口聲聲說，是 Made in Taiwan， 需要請大家稍安勿躁。可是拿到了之後呢，結果發現還是 Made in China。今年的2月公布了授權的作業要點，我們把它法制化、標準化，那所以這授權的量呢開始增加。那變成在台灣的廠商沒有辦法滿足這樣的製造的量，製造地點的這個部分呢，我們是沒有特別去規範它。經發局坦白講，目前國內真少有願意大量做這款布紅鴨的廠商，這批表示中國製造的布紅鴨是由授權委外廠商來供應。雖然這間製作商因為捌提過迪士尼授權，有一定的品質保障，政府講後續會要求和監督廠商，未來嘛會找東南亞等地區工廠做代替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